来检察官侦办着高问题经发生的弊案，即卖传出讲，银行的保险箱嘛是对诈的方向。有网络媒体来报讲，检察官到第一银行滚仔间的分行来调看到保险箱租用的记录。侵诈对象毋但高问题尔，阁有高问题的亲戚朋友。不过台北地检署并无证实。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即卖秘书是专门办案，消息是满天飞。前总统陈水扁2008年贪腐案轰动一时，金流数目坐甲惊倒人，马上写入历史，号做海角七色。检方侦查当时就转向变也引起到造租银行的保险箱，嘛发现吴淑珍甲7.4兆现金全部搬到4.5平大豪华保险室趸藏。北检侦办高问题经发生弊案，传出银行保险箱嘛成做追查重点。亲像阮的保险箱，真侪银行拢有，若是做保险箱，平常时要拍开，本人就会使。佮加上趸藏的物品，无需要通报银行，要趸钱、趸金码有价值的拢会使，甚至将现金转变做其他物品。若是要了，应该是无这么简单。如果这个犯罪分子本身并没有需要在很快速的、很短时间之内要做这个洗钱的动作，而是他的这个不法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物品是事实上有一定的保值，或是不需要在短时间做变现或洗钱的话，其实他们就有可能会选择使用保险箱这样的服务。网络媒体报道，检方昨偷偷去第一银行、前财经分行调保险箱的租用记录，调查对象若高问题，敢若嘛包括亲戚朋友。民众党就来今日讲，专门大办案，消息世界杯，因煞拢不知情。北检回警，该调查拢会调查。检方谨慎，因为保险箱有稳输权，要调查恐惊证明都要有够才能申请手续票。检方人证不清，免过求庭，到底敢有可疑金流？会随也随的比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